來看彰化市一棟住體呢，是伫1樓的厝頂來採這鋼架，要來起2、3樓。附近的居民就講，其實這棟厝已經幾啊10棟啊，無拍地基就安尼甲做落，安尼若準拄到大地震，這規棟厝可能是會袂堪得的。縣政府經過調查呢，發現這厝主並無申請建照，所以目前已經下令停工。工人佇厝尾頂施工，但是詳細看，鋼架竟然是直接踩佇1樓的厝尾頂。附近民眾講，這棟建築物大約伫10年前，因為違建，予政府下令停工，就一直拍遠到近。最近採用這麼離譜的方式要起2、3樓，嘛互厝邊煩惱會有安全性的問題。鋼筋這樣子真的是沒有辦法輔助這個2、3樓的一個重量，這個會有塌陷的疑慮啊。台灣地震又多，像這樣子真的是很危險吶，真的很危險吶。是講會驚啊，去邊啊，卡甲那條啊，氣會使啊。附近居民講，這棟厝原本的2樓已經拆掉，1樓嘛，敢若是粗坯爾，耐震耐凍的能力攏也需要評估。面對居民的質疑，厝主駁回講，一切攏有照步來，但是縣府表示，並無收到建照申請。本來這個2樓合法的厝啊，新建就申請，增建就申請，我這算整修。針對彰化市大埔路459巷1號疑似違章建築案件，由於該地點尚未申請建築執照，因此如有持續施工情形，將依法勒令停工。縣府表示，這個地點是都市計劃主題區用地，經過調查，厝主施工並無申請建築執照，已經下令停工，隨後會依照違建處理原則追蹤辦理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